我哋係嚟自18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挑波班嘅同學，我哋嘅作品係一個提醒帶物品嘅袋同埋一個計步鞋。我哋嘅作品就稱為智能外出必備套裝。智能外出必備套裝第一個就係智能樂齡袋，佢主要係採用透明嘅顏色，整體袋都係用鐳石激光雕刻機加亞克力膠板所雕刻而成，正如右圖所展示。長者經常都會有各種不同嘅病徵，例如記性差等等，因此我哋發明出智能樂齡袋嘅目的就係為咗提醒長者出門前帶上所需嘅物品。智能樂齡袋嘅主控制系統分別係由 ESP32C6 RFID 刷卡模塊 LED 燈帶所組成。智能樂齡袋嘅運作程序分別係由兩大系統組成，分別係物品掃描系統、提醒通知或確認系統。當物品掃描系統檢測到物品，便會觸發提醒通知或確認系統。物品掃描系統係由 RFID 刷卡模塊 NFC 電子標籤所組成，透過 RFID 掃描或檢測不同嘅 NFC 電子標籤，直接傳送掃描成功嘅信息，便可以知道物品係咪有帶。提醒通知或確認系統主要係由 LED 燈帶所操作。當 RFID 模塊把成功掃描嘅信息傳送到來嘅時候，便會將燈帶嘅燈由紅色轉為綠色，證明有帶。而每一個貼上 NFC 電子標籤嘅物品都會有獨自代表嘅燈，例如銀包係第一盞燈，咁樣就可以做到提醒嘅效果。第二個就係智能鞋，佢主要嘅顏色係採用漸變嘅顏色，天藍色加銀藍色。因為係鞋嘅原因，所以採用較柔軟嘅材料，整體都係由 3D 打印技術所打印而出。正如右圖所展示，長者經常都獨自留在家中，甚少出門。至於做運動就更加少，但係做運動對長者嘅健康係極為有幫助。因此我哋發明出智能鞋，為咗鼓勵長者更加多做運動同埋幫助佢哋更加方便計算步數。智能鞋嘅主控制系統主要係由 Microbit V2 開發版、Microbit V2 擴展版、5V 傳感器擴展版、IIC OLED 模塊所組成。智能鞋嘅運作程序分別係由兩個主要系統，分別係計步系統同埋顯示步數系統。當計步系統檢測到運動嘅時候，便會傳送信息去到顯示步數系統，從而顯示步數。計步系統主要係由 Microbit V2 開發版組成，透過大幅度搖晃 Microbit 並把搖晃嘅次數傳送到螢幕，做到計步嘅效果。而顯示步數系統主要係透過 IIC OLED 模塊所組成，透過 Microbit 傳送嘅次數直接顯示在螢幕上，做到顯示步數嘅效果。以下係展示效果。有請試用員展示智能樂齡袋。我哋嘅智能樂齡袋配備有 USB 插孔，以方便充電。而喺正常情況下，我哋嘅燈會呈現紅色。呢啲就係黐上標籤嘅物品。現在將物品一擺進袋中，當 RFID 模塊檢測到標籤嘅時候，就會將其所代表嘅燈由紅色轉為綠色。現在將物品逐一放進袋中，當把所有物品放進袋中嘅時候，袋嘅燈帶就會由紅色轉為全部綠色。喺出門嘅時候，只需要睇一下燈帶顏色，就可以知道是否有帶，達到提醒嘅效果。以下係智能鞋嘅部分，現在有請試用員穿上並演示。當穿上智能鞋並運動嘅時候， Microbit 就會跟住運動嘅次數傳送信息去到螢幕。當使用者看螢幕嘅時候，就可以知道自己嘅步數係幾多。正如螢幕上所顯示，穿上這一個智能鞋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喺日常生活中同埋運動中都可以清楚地讓長者知道自己嘅步數，方便計算。加上我哋嘅智能鞋採用咗非常柔軟嘅質料，令長者穿着得更加舒適。